见过这种水果吗？形状像蚕蛹，又类似山葵，有个美丽的名字叫诺丽果，味道却让人不敢恭维。这个就已经是熟化的，已经发酵的，然后闻它的味道，好不好闻？很特别，像是凤凰露。然后有的人又会觉得说是有妈妈的味道，是婴儿吐奶的味。难闻的臭味吓跑不少人。但是早在数千年前，诺丽果的内在美就被大溪地原住民发现，还奉为上帝的恩赐。大溪地的原住民，他们使用了有3000年的历史。它这个成分里头有一个叫赛诺林的，这也是一个人体必须具有的一个元素。对，标榜营养成分高，大溪地的珍宝其实台湾也有。果农许荣明笑说，本土种不重看，却重用。我们看到这个最大像巨无霸一样，这是印尼的。印尼的，这个是大溪地。对。那这个是台湾种。比例悬殊太大了，对不对？对呀。不过萃取出来，所以检验出来，其实也各有养分，对身体quite好。对，其实台湾的也很有营养，对身体很好。也有养分，对身体quite好，quite好，懂好都可以。还有一点像台湾人，诺丽果韧性超够，不挑土性就能成长，从果实到叶子可以完全利用。第一个熟化的时候，它也熟。就是绕着圆形采收，全部的第一节全部都熟了，都熟了。透过产学合作改良品种，恒春半岛的槟榔树逐渐的被诺丽果树取代。以有机的管理模式，然后辅导一些村民，能够把槟榔由诺丽来替代，成为一个健康村的营造。包括酵素等多元商品陆续被开发。自称被槟榔养大的许荣明，想结合农场管理，为家乡创造新的商机。也有养分，对身体动好。也有养分，对身体动好。